你會怎麼做？坐公共汽車上，看見有一位老婆婆站着，你會怎麼做？讓座給老婆婆。隔座馬路邊，看見綠色人造燈亮了，你會怎麼做？橫過馬路角。迷腳了，你會怎麼做？找警察叔叔幫忙。在公園裏看見小朋友採摘花朵時，你會怎麼做？請小朋友不要採摘花朵。看見隔鄰的大廈失火了，你會怎麼做？打電話999報警。不小心把杯子破了杯子，你會怎麼做？告訴媽媽。玩完泥膠後，雙手看咗了，你會怎麼做？把手洗乾淨。